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美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0月22日嘅美東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美股市場整體表現偏軟，標普500指數跌咗少少，納斯達克同道瓊斯指數都跟住下跌，顯示市場漲勢有啲疲態啦。具體數據嚟講，標普500收喺6699.4點，跌咗0.53%；納斯達克跌到22,740.4點，跌咗0.93%；道指就跌到46,590.41點，跌咗0.71%。淡樣嘅表現反映市場情緒有啲分化，唔同板塊走勢好唔一致啊。板塊方面，科技股表現好參差，谷歌、C 同谷歌 A 都升咗大約0.5%，帶動咗成個通訊服務板塊。但係亞馬遜就逆勢升咗超過2%，帶動消費 discretionary 板塊相對強勢。金融股就有啲好消息，因為美聯儲計劃放寬銀行資本金要求，從原本預期嘅19%降到3%至7%，咁樣對大型銀行嚟講壓力細咗好多。另外 ，Beyond Meat 呢隻股因為市場波動，最終跌咗1.1%，顯示投機情緒有啲冷卻。影響市場嘅重要因素有幾樣，首先，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會喺今個月尾嘅議息會議度降息25個基點。根據路透社調查，117位經濟學家中有115位支持呢個預測，咁樣支撐咗整體風險情緒。其次，美國政府停擺導致非農報告等關鍵經濟數據延遲發布，令到美聯儲決策缺乏依據，增加咗政策不確定性。仲有科技股業績分化，好似谷歌升咗反映市場對其業務樂觀，而亞馬遜升就受惠於電商同雲業務樂觀情緒。展望今日市場，投資者要密切留意美聯儲會議同數據恢復情況，市場可能會繼續震盪，特別係科技股同金融股嘅表現。如果經濟數據遲遲唔出，不確定性或者會令市場更加波動，大家要小心管理風險啊！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